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16号，公元2017年1月13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世界各国信众传授十轮金刚正行灌顶。达赖喇嘛尊者重申终身承诺之一，即推动宗教和谐。司政表示，中国限制境内藏人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是不可接受的。司政感谢印度政府为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提供援助。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与会信众人数剧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向20多万信众传授了十轮金刚正行灌顶。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在依次完成净化基地和绘制采砂坛城等前行仪轨后，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向信众传授十轮金刚正行灌顶。尊者在传授灌顶期间指出，在西藏和中国有许多关注此次灌顶法会的信众，然而因种种原因无法前来参加法会。尊者表示，我会将这些信众观想为传授灌顶的对象而祈祷，因为戒律里也有透过书信来传授比丘戒的先烈，比如借助先进的通讯工具必无距离的限制，大家只要诚心发愿，我觉得应该可以获得灌顶。在传授菩萨戒前，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了修持菩提心与空性正见的重要性。尊者指出，佛教徒所皈依的佛陀与龙树、负责等菩萨的法门之所以尊贵，正是因为他们修持菩提心与空性正见，以亲身体验来教导信众们如何修持。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萨迦法王、甘丹赤巴洛桑丹增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等政治领导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20多万信众参加了正行灌顶法会。上周五1月6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菩提迦耶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第2天的法会前行仪轨上，与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等的各宗教领袖间就共同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等向与会的信众发表了讲话。在与会各大信仰的领袖代表们向在场的信众们一一发表讲话后，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指出，全球70多亿人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和心态，不可能让70多亿人都遵循一种宗教，并能有效地从中受益。即使在佛教的传统中，也有不同的哲学教义来汇集不同的追随者。同样，我们都遵循同样的信仰，但实践不同的宗教，以获得有效的利益。达赖喇嘛尊者还重申了人生3大使命之一——促进宗教和谐的观点。尊者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世界各大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关系，理解不同的哲学观点，并惠及不同的人。尊者还强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会推动宗教和谐，不是表面的和谐，而是去了解彼此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但是不同宗教所倡导的都不外乎慈悲与关爱，这是相同之处。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还鼓励其他宗教的领袖与法友也一同努力推动宗教和谐，以实现世界和平。本月8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菩提迦耶举行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发布限制藏人出境的新法令，并强调中共当局限制西藏宗教自由的状况犹如文化大革命在西藏重现。
在2016年末，中国政府对境内藏人实施严厉的旅行限制，阻止藏人前往印度参加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而已经到达尼泊尔和印度朝圣的数千名藏人，在当局以严厉惩罚的威胁下被召回西藏。本月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称，达赖喇嘛尊者所主持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为政治工具，并否认限制西藏朝圣者参加此次法会。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菩提迦叶召开新闻发布会，反驳中共当局的歪曲言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外交与新闻部部长罗桑桑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数以千计的境内藏人来到尼泊尔和印度朝圣是纯粹的宗教行为。他们出国旅行是获得了中国政府在法律上的许可，而中国政府威胁藏人朝圣者在严峻的压力下立即返回西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司政表示，我亲自遇到了数百名从西藏到印度朝圣的藏人，这些藏人经过多年的劳作才能够到达尼泊尔和印度朝圣。他们在尼泊尔和印度朝圣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朝拜佛陀悟道的圣地，寻求精神上的祝福而已。司政继续表示，然而中共当局却威胁这些藏人，如果不在1月1号到15号之前返回西藏，将会削减家庭成员的补贴和开除公职，以及其他严重的惩罚等。因此，大批抵达印度朝圣并计划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境内藏人，不得不在法会举行前强迫返回西藏。紧接着，上周六，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前行修法活动上，向与会的20多万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发表讲话，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并对印度政府为法会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谢。司政罗桑桑格表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嘎夏，首先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并深切地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为我们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其次，我在此特别感谢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特西·库尔玛与联邦政府为法会提供的援助和支持，以及印度政府与人民长期为藏人提供的援助。司政对境内藏人无法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表示遗憾。司政指出，虽然许多藏人在中共当局的种种限制下无法参加法会，而已经抵达印度朝圣并计划参加法会的藏人，也在当局的压力下不得不返回西藏。但十轮金刚灌顶的加持不会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法会的加持和功德将会传递给西藏境内和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藏人。因为达赖喇嘛尊者曾多次向境内藏人许诺，只要在灌顶期间潜心发愿，尊者将会把所有无法参加灌顶法会的，包括境内藏人为主的所有人，包含在传授灌顶的对象范围中进行加持祈愿，从而获得灌顶。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于1月2号至14号在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叶举行。本次法会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20多万信众参加。目前这一数字仍在增长，已超过2012年在菩提迦叶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参加人数，并有望成为近代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为了应对大量增加的与会信众，方便接受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灌顶，法会筹备委员会在主会场外扩建了2个大型会场。但因参加法会的人数不断增加，即使额外搭建的会场也座无虚席。也有很多无法得到座位的信众在街道旁的人行道上听取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十轮金刚灌顶。
此外，在法会期间，为了改善由于最近印度新旧货币更换所造成的现金短缺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筹备委员会相关人员在近日会见印度财政部相关与地方官员时，请求在法会期间提供充足的货币和外币兑换服务。因此，印度储备银行和各大银行在菩提迦叶城镇的各个地点安装了10多个自动提款机和移动银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第一天向与会信众表示，10轮金刚灌顶固然殊胜，但来到这里接受灌顶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内心进行深刻的改变。但真正能够改变内心的是透过对佛法的修学与实践。在接下来的2周内，你们要以改变内心作为参加此次10轮金刚灌顶法会的主要目标。本次法会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美国家、澳大利亚、俄罗斯、亚洲的蒙古、台湾、日本、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国以及喜马拉雅和地区的不丹、尼泊尔、拉达克和流亡印度的藏人等，共计20多万人参加。10轮金刚灌顶法会是藏传佛教最神圣的法会之一，这一传统始于18世纪第7世达赖喇嘛尊者时期。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自从1954年4月在拉萨罗布林卡第一次传授至今，共传授了第34次10轮金刚灌顶。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扎西里列。